有酒，他们是个讽刺啊，看了，胆子，有种人是讽刺啊，是腰酸背痛啊，不得真身啊，这人治很多病，那种祖传秘方了。用什么成分啊？里面多得很，人参、当归、灵芝、仙草多得很，全部都是养病给主要材。那个这里热乎乎的，这个来你来让你试哈，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热乎乎的？是吧？是吧？我这还有个解药，你们要用那么多解药，你们这个手有你的综合，你们手才会好。如果你不用多解药的话，实际上你的手这个地方会慢慢烂掉，会出问题。你得快点给我们。哎，你们啥这个药？这是解药。解药多少钱？问到经济上了，1900块一颗，今天嘛，今天我这边也给你们开优惠，你看你们也不容易，是不是吧？300块钱啊，300块钱，到时候我在里面一人再外送2颗药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今天讨论一下最近报警频发的这个假药街头诈骗案。经过前期调查走访，给受害人喂吃这种不明的这种药物啊，然后收取他们的高额费用的街头诈骗案，主要活动范围就在这个地铁站、公交站附近的这个菜市场。等到那个地铁站那里，我在阳光地铁那里。公交车站、地铁站旁边，人流车流都非常大。50到70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呢，第一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第二呢，一般都缺少子女的陪伴，一般身体都有一点疾病，我们的防范能力也最弱，所以他们选择的对象也还是经过思考的。我们这边之前做工作啊，也是现场这个受害人啊，也给我们提供了他们没有吃完的一些药丸子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这种药丸啊。米粒一样的是吧？上面还有一层黄黄色的，还掉色是吧？是有一点药味，也可能是几种药材像揉在一起的啊。这是我们的1号对象和2号对象，这2个人呢，在这个整个团伙中应该是处于头目的位置。然后呢，这是我们的3号对象和4号对象呢，这2个人的主要作用呢，就处于外围的发卡作用。最后这2个人呢，他们可能是带笼子的，也就是拖。这伙对象流窜到长沙作案，我们就一定要在长沙把他们抓捕了，不能让他们再次流窜出去。